而家為大家報道社團簡訊。首先係溫哥華嘅消息。溫哥華譚氏中親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，商討會務及選舉新一屆理監事。11月14號星期日上晝11點舉行。中僑列治文移民服務中心護老互助不虐老免費線上國語講座。11月3號星期三上晝10點到11點半。報名及查詢604-279-7180、236-880-3257或者參與佢哋嘅網址。中信約定你聚會電腦手機聰明上網8，11月3號星期三上晝11點到下晝12點半。此聚會以實體及網上同步進行，需要報名。查詢電話604-877-8606或者參與佢哋嘅網址。BC 特許專業會計師協會退休財務管理免費網上國語講座，11月10號上晝10點到11點半。報名請參閱佢哋嘅網址。跟住係多倫多嘅消息。多倫多教育局 Terry Fox 小學繁體字中文班網上課程招生，幼稚園 JK 至8年級，上課日期星期六上晝9點半至中午12點。查詢416-338-4100或者參閱佢哋嘅網址。史嘉堡華人宣道會11月網上專題及多媒體站 Q&A， 逢星期四下晝1點半到3點。報名及查詢647-638-3308，電郵以下嘅地址或參閱佢哋嘅網址。Costi 成人免費網上英語班提供不同程度網上學習英語進修課程，利用電腦學習聽講讀寫技巧。查詢1877-761-1155 extension 3620或者電郵以下嘅地址。最後係亞省嘅消息。卡城華人耆英會退休適應工作坊11月20號至12月11號逢星期六上晝11點到下晝12點半。報名及查詢403-269-6122。中信愛城中心精神管理網上課程11月13號至12月4號逢星期六上晝10點半至中午12點。報名及查詢致電或 WhatsApp 587-982-8111。遞交社團消息，請喺活動舉辦前3星期將活動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查詢電話等資料傳真或電郵至本台辦事處，以便編輯及製作。想查詢以上嘅資料，請到新時代電視網址。